虔诚的听众，午早。现在是正觉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。就是解释甲正文第23页，解释甲正文第23页，对头算倒来就是解释甲第10节，对头算倒来解释甲第10节，就是解释甲作出见者法有异相，即嘛应该呢，就是要来解说一面。一面就是口说善语，心中不善，空有定慧，定慧不定。若心口既善，内外一如，定慧即定。自我修行不在于精，若精善后，即当别人。不断信服，却证我法，不离事相。善知识定慧犹如何定？犹如定光，有定即光，无定即暗。定是光一体，光是定一样。明虽有异，体本同一。此定慧法。也就如是，今晚要来解释这段道理。这就是属于定慧品。在定慧品所说明的呢，就是定慧一体不二。这是六祖慧能大师站在我站在本体方面呢，来说明这个道理。但是咱现在是修行的阶段中，应该就是因界成定，因定发挥，是这名为三不六合。不过呢是约在本体讲起来，定是体啦，慧是用。定甲慧呢，就是一体不二。所以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就安尼讲啦，讲咱修学佛法的人啊，唔通。讲先有定，然后才启发智慧；也唔通讲先有智慧，然后才启发禅定。但是做这款的解说呢，变成法啦，有两种的相，变成就是一种的错误。这是在前面所讲。咱即马所要讲的就是讲口说善语，心中不善，空有定慧。定慧不定，口说善语，就是讲在嘴里所讲的呢，拢就是好的话，但是呢，心中不善，在嘴内底啊，根本呢，都在嘴内底是讲好，心内底呢，根本都唔是好的，就是讲心口相违。嘴甲心呢无一致，嘴甲心无一致，咱现在是呢可以提一个真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比如讲，听到讲，哎呀，某人伫咧破病，嘴就讲，哎呀，伫破病啊，真可怜啦，啊，毋都有时间就来去遐看一下。哦，当然，嘴所讲是真好啦，真慈悲啦，同情人啦。心肝底可能是讲，我该欢喜哦，我都希望讲伊袂破病呢。我喙讲要甲看，我心则无想要去遐看。咱就变成讲，喙所讲的是好话，但心肝底所想的呢，却毋是好的。伊心肝底所想的呢，可能啊，就是一种恶念啊。假如若是安尼呢，就完全啦，就是一种的错误。若是安尼呢，空有定慧啊，定慧不定。
那意思就是讲，你若是存着这款的心理，要来去修禅定，要来去修智慧，这呢，虽然是讲你伫咧修禅定、修智慧啊，空定甲慧呢，变成讲是白修的啦。空者就是讲逻辑无益的意思啊。那呢，这个定甲慧呢是不定，就是讲未当好得到禅定智慧的平等。事实上，就是讲，假如你若是嘴讲的是真好，心想的是真歹，就是讲实在是歹心哦。但是嘴呢讲好听话，若是安尼，你这个智慧呢？也无成一个智慧，禅定也无成一个禅定，禅定甲智慧呢，拢是共款啦，袂当回来成就。所以咱从这个所在也可以搁再进一步来证明讲，六祖慧能大师虽然讲的道理真奥妙，但确实呢，时时刻刻注意咱学佛的实际问题。学佛的实际问题，就是在咱的心行中要去注意，在咱的一举一动中，或者是在咱所讲的话中间呢，要去检点，看到底咱安尼来想、安尼来讲、安尼来去做是对毋对？尤其是嘴讲的甲心想的呢，一定要一致才会使。袂使心肝底实在是存着一种毋好的心，嘴呢是讲较好听，那这呢就完全错误了。一边讲若心口其善，内月一路，定慧即定。讲假若咱的心、咱的嘴，拢总都是好的，安尼叫做讲做心口其善，嘴。讲是好的话，心所存的呢，也是一种善心。那名叫做讲善，这个善的定义是啥物？善的定义就是讲，咱有迄个慈悲心，要拔除人的痛苦，要使人得到安乐，这款就是善心啦。咱有这个善心，咱嘴讲出来。也是啊，属于慈悲的话，这就是叫做心口其善。内月一路，这个内就是指心咯，哦，心是在内嘛。月就是外表，外表就是包括咱嘴所讲的，咱的行为所表现。有迄个慈悲的善心表现出来。也是讲迄个好的话，做好的行为，一路就是讲内外呢，拢是一样啦，无两款。这个一路就是讲无差别的意思。也那呢就是定慧即定，禅定智慧呢，就是啊，会当回来得到平等。一边讲自我修行，不在于精，欲精先后，即动未灵。不断信服，却证我法，不离事相。讲咱自己来了悟，来修行呢，就不在于精。不在于精，就是讲不在于这个争论啦。那这个争论就是讲修正，到底是要修正什么呢？伫遮所讲，所以叫做讲做争者，就是讲来争迄个定慧的先后。哦，就是讲这个禅定甲智慧，哦，到底是倒一个在先，倒一个是在后。安尼来去分别，安尼来去甲争论，
这名叫做讲做精。事实上，这个禅定智慧，咱虽然是有讲应该禅定因定发挥，是这名为三无六合，这是在《楞严经》所讲的。那根据《楞严经》的这几句话呢，好像讲先有禅定，然后才有智慧。但咱必须了解，这个禅定智慧呢，应该是互为因果。讲互为因果呢，就是讲你有禅定才会启发智慧，这是无毋对。但换倒转来讲，也是有智慧呢，才会当有这个禅定。假如讲你若是无智慧呢，也无可能有禅定。不但是安尼，这个戒嘛是共款。虽然是讲有戒，才有禅定，但是无定力的人呢，共款呢，世界袂当得到圆满啦。所以这个戒定慧这三项呢，应该是互为因果。袂使咧甲伊讲，倒一个是在先，倒一个是在后。在这修行讲起来，应该也是安尼才对。何况讲约本体讲起来，定甲慧这是同一体，境界呢袂使咧甲伊分前后。所以在经典上面，咱就在讲，应该先定因定发挥，是这名为三无六合。这呢，也可以讲作是一种的宽卡方便说。要哪里会使咧精呢？当然是袂使咧精。讲欲精先后啊，即动袂灵。讲假如你若是伫遐伫咧修正，讲是禅定甲智慧，倒一个是在先，倒一个是在后。伫遐伫咧争论禅定智慧的先后分别呢，就甲迄款的迷惑的人共款啦。虽然讲你是一个修行人，但是呢，你原来是一个迷惘的凡夫，也大家争来争去，就变成啥？不断信服。这个不断信服，就是讲对迄个输赢的心呢，咱无断掉。人啊，拢有迄个输赢心。你看咱社会上有种种这个比赛，就是这种竞争啦。竞争，若毋是你赢，就是我赢，一定有一个赢，有一个输啦。但大家嘛要赢，无论是讲棒球比赛、篮球比赛，或者是讲大家走小球的比赛，无论是倒一种的比赛，一定要看会当互来得第一等，得第一名，大家嘛毋爱输啦。那这呢，就是一种的胜负的心。就是讲，大家竞争的心。那个人讲，在迄个所在，伫咧争讲智慧啊，做定慧先后。比如讲，我正讲禅定大圣，你讲是智慧大圣，我讲我对，你讲你对，大家争来争去，大家嘛想讲我要争赢。安尼呢，就是变成不断信服，就是讲对迄个。修正要站在迄个头前的这款心理根本呢就无断掉。安尼就是曲正我法，因为不断信服，结果呢就增加这个我法。这个我法的意思就是讲增加这个我执啦，因为咱呢有咱的这种的这个主观的观念。咱的这个自我主张，敢若认为讲我呢就是对，你安尼唔对，那这呢就是叫做我法。你伫遐愈正，就这个我法就愈增加，就是讲我执呢就愈增加。要咱学过修行人，目的就是要破除我执，袂当破除我执，搁再增加这个我执那这就不对了。
所以变就讲不离事相。不离事相，就是讲安尼，你就袂当好来离开着事相。这个事相是在《金刚经》内底所讲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当然，在这个事相之中，是以我相为基础，所以这个我相这个物件呢，可以讲就是咱众生一切烦恼、一切罪业的罪魁祸首。假定讲咱来当好把这个我相破了呢，啥物都无啦，一切烦恼、一切的执着上，拢做一摆去掉。现在是咱在这个所在呢，就来解说这个事相的意思。在《金刚经》文来讲，假若菩萨若是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那呢就毋是菩萨了。既然是菩萨，你别当好把这个事相给打破，那你就毋是菩萨。在《金刚经》注解。这是六祖慧能大师的注解啦。六祖慧能大师《金刚经》注解就安尼讲，什么是我相？讲这个我相呢，就是讲自己啊，靠讲伊有名、有地位、有权力、有势力，或者是靠讲伊本身呢有钱，或者是呢有才艺、有学问。或者是呢，伊攀高接贵，就是讲呢，真够攀缘遐个有地位的人，就依靠遐有地位的人，因此呢，就去看轻遐个贫贱，或者是讲无地位的人，这就叫做我相。所以这个我相的意思就是讲，靠家己本身呢，比人。人民讲伊比人啊，搁再较胜过，就是讲一切拢胜过别人，结果呢就看轻别人，那这就是我相。这是在六祖慧能大师所著的《金刚经》注解内底所讲。那这个人相是啥物呢？这个人相就是讲做有灵所心，所以搁就讲做灵所心呢，就是讲。有一个我是会布施的人，对方是我所布施的。当然，这个布施无论是法布施，无论财布施，拢包括在内。变成有一个我，有一个你，你就是人啦。有一个理解心，因为讲我会当了解佛法，也未得到功夫，讲得到功夫啦，未证到果位，讲证到果位啦。自己呢，以为讲啊，自己进入。修行进入世界，就轻慢迄个破戒的人。总共就是讲，有我甲你的分别。人民讲我比你较高，那么结果呢，我会当好帮助你，也你不如我，就是叫做讲做人相。第三，这个众生相是啥物呢？就是讲有这个希望的心。虽然是讲伊讲的是对，但是所行拢毋对，就是变成讲口善心恶，就是遮所讲的口说善语啊，心中不善，这边叫做讲做众生相。搁再过来，这个寿者相，就是讲看到境界呢，就生起分别心。种种的执着，希望会当好来求着福利，这款呢，这对名叫做寿者相。当时呢，搁再讲，咱伫咧学佛修行人，必须呢爱无这个事相，就是爱教家实无有法，那么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，对于这个菩萨的事相讲起来，那么这个菩萨呢，有这个微细事相，就是讲比拄则所讲迄个较微细事相。这微细事相是啥物呢？就是讲只要有剩一点仔囝讲我
已经有开悟了，然后这个心呢，就是悟相。假如讲以为我有智慧，会当来降伏烦恼，这就是人相。假如讲以为自己已经是降伏烦恼了，这就是众生相。自己呢以为讲有一个清净心可得，那这就叫做修遮相。那无拄面顶所讲遮的分别念呢，拢就是属于有法。伊若要到这个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讲爱当了解讲这个自性，咱众生本具自性，这是无求无得，淡然相助。会当后来了悟众生的自性，咱的自性是无求无得、淡然相助的物件，安尼就是清净了五见，那就是讲无一个五相啦。那个人讲会当后来见到自性本来是具足，这个就是清净了人见，就是人相。在这个自心中，本来呢无烦恼可断，会当了解这个道理，这就是清净众生见，就是去掉了众生相。会当了悟自性本无变异，无生无灭，这就是清净修遮见。那这呢，就是叫做远离了这个修遮相。所以要做一个菩萨，会当后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讲是无有法可得啊，就是爱思想解空。伫这个所在所讲呢，就是讲，假如你若是对禅定智慧伫咧个争论讲，倒一个是仙，倒一个是妖，安尼呢，就甲一般的世间人迷惑颠倒的人共款，无将这个信佛之心给断除，就增加五执，袂当离开思想。也就是要离开思想呢，必须把这个五执去掉。要把五执去掉，就是袂使咧有这个信佛心，就是讲袂使有这个斗争论争的这款的心理。一边讲先知是定慧犹如河顶，犹如电光，有灯则光，无灯则暗。慧能大师搁再叫一声先知是，讲定慧犹如河顶啊。讲这个禅定智慧是参像啥物呢？这个犹如河顶，这呢就是讲一种的迄个譬如，你个譬如是啥物啊？讲犹如电光，有灯则光，无灯则暗。讲这个禅定甲智慧呢，就参像灯甲光。这个灯甲光，讲有灯则光，无灯则暗。讲若是有迄个灯呢，就光啦；无迄个灯呢，就暗啦。当然，在六祖慧能大师迄当时阵的灯，甲咱现在是灯是无共咯。迄当时阵的灯，可能就是一种的琉璃灯火的灯。在几十年前，咱台湾有牵电火所在，也无解决。田庄啦、山顶啦，拢还阁无电火。无电火要点啥呢？就点迄个草油的这个番仔花灯。这个叫做草油灯。那么这个草油灯呢，就是讲有一个灯芯，要透对下面有迄灯油，灯油迄个灯芯呢，输迄个灯油起来，面顶甲点会倒，迄就是咱较早的灯啦。当然，你有迄把灯底下才有火，有灯就有光啦，你灯点了就有光。假如讲若是无灯呢，你无点迄个火啦，当然就变成暗啦。那咱现在是呢，或者是用过电泡或者是用过迄个灯管共款啦。咱现在所用的就是电的灯，电灯。共款有这个
电灯的这个灯呢才有光。哦，假如讲你一间室内你还未牵电灯，当然是袂光啦。牵电灯，这个电灯有送电，你对开关那个所在甲开落，电火就光。哦，你甲切掉，都无光啦。即只慧能大师就是讲，禅定甲智慧呢，就是这个关系。注意听先听讲，就请咱过暂断1分钟，或者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